谢谢你，在主保证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把诗篇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今天所献的诗能够从真心唱出来，变成馨香之气献给了你，带领今天所有的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趁机会喝水上厕所。慢慢来。好了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这个月最后一周的主日了啊！突然间不小心又要过年了啊，所以预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来敬拜你，透过诗歌，透过我们的说话，透过我们在这里的敬拜，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
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接下来预备祷告，在祷告前，请弟兄姐妹们静下心来，把手机音量放小或者关到静音，记得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你真伟大，在新娘诗选67首。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地中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公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启应文，今天的启应文在诗篇111篇，诗篇111篇，在旧约641页。等一下，由我来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111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行的奇事使人纪念，他是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他所行的是诚实公平，是永永远远坚定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第10节，我们一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大洋洲国家巴布亚纽几内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民众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会祷告，黑恩堂罗协明牧师也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造就来祷告，也为台湾血情告急，需要上帝格外施恩。主耶稣，圣愿你赐福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并透过我们及我们所做的工作，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的奇妙恩典，品尝子恩的滋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请。
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接下来经课，我们请李迪华姐妹为我们攻读。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是在旧约申命记18章15到20节，第二段经文是在新约哥林多前书8章1到13节。申命记18章15到20节，旧约的190页，教会圣经的190页。15节，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的上帝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叫我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音，也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你们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胆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过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名所说的话，那先知就必致死。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8章1到13节，也就是新约教会圣经的新约185页。第8章第1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上帝，这人乃是上帝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上帝。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了也无益。但是你们要谨慎，唯恐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了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了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哦，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以上是上帝的圣训。我们谢谢迪华姐妹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章21到28节，在新约38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章21到28节。到了迦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人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正道耶稣上帝国的领导。我们请蔡牧师。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那因为最近疫情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大家也都有需要更多的保护自己，要爱惜自己。特别我们的政府单位、我们的卫生单位都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到外面去拍照哈。所以请弟兄姐妹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也是保护好别人，让别人不会因为我们而受到影响。但是同样的消息，各位，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在外面拍照，半夜的时候，然后呢，新闻也报道了，但是他们的被报道却是很正面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新闻当中都会告诉你说，你如果患病的时候，不要去外面拍照，不要去外面随便乱走。但是19世纪的时候，有一批人，他们是半夜的时候到外面去拍照，到外面去乱走，但是这些人他们在报纸上面被刊登是优良跟好的国民。各位知道这些人是谁知道吗？这些人是基督徒，是卫理公会的会友。这些人他们半夜在伦敦街头做什么样的事情？各位知道在早期英国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喜欢叫做喝酒买醉，知道吗？喝酒买醉的时候，喝酒了就醉倒在路边了。然后基督徒很多当时的卫理公会的会友，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要抢救灵魂，让地狱净空，让天堂爆满。所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凡倒在路边的人，我们就找机会跟他传福音。这些人半夜11点钟、12点钟在伦敦街头里面去到处乱窜，然后去跟这些醉倒在路边的人告诉他们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一样是拍照，但是有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是带给人不好的影响，但是有的人却带给人好的影响。你愿意成为那个叫做带给人不好的影响，还是要给别人带来好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是要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耶稣基督在那个场景里，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说？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作是真的。各位知道现在人很忙碌，你知道忙碌到一个事情，忙碌到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时间不够用啊，然后讲事情做事情要快点。好，有一个人他这个工作忙碌，然后呢，但是他身体不适，然后他就去医院里面做检查。那检查的时候，这个医生发现他的状况不太好了，然后他就找这个先生来，他说陈先生，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说。各位知道有一些人忙碌的时候叫做一分钟就几百万上下的，知道吗？好，然后他就跟医生讲说医生你讲快一点，我没有时间了。结果这个医生跟他说，有谁告诉你了吗？听得懂意思吗？我没有时间了，是谁告诉你？其实是他自己，他说我没有时间，但是事实上什么？医生是要告诉他，你时间已经不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有些人他以我们一样的身体，上帝给我们一样的身体，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很好，上帝给我们的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有的人很会保养，他就保养得很好。我很羡慕我们当中这个曹平的爸爸90几岁的老人家，还可以自己搭公车，然后来这边运动。你知道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让我们好好保养，你可以保养到这样的好的程度，但是有的人可能玩了10几20年，可能就报销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去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帮助，这是我们一直的期待。当你不是被上帝的话影响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被别人的话或是被世界的话影响。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被上帝的话影响，而不是被世界的话来影响。
所以我们在即将要过旧历年了，在台湾华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一年可以过2次的新年。我们除了过1月1号的元旦，我们又可以在1、2月的时候还可以过一个旧历年。那在这一年即将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是在1月份，所以还是在新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这一年能够过得丰富、充实又美好？那当然，除了我们个人的部分，也要考虑到跟群体的部分、跟社群的部分。所以在今年我们的元旦的我们的礼拜的时候，牧师有给大家这样的一张图，就是我们卫理公会在我们的这个法规跟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有对上帝的，有对群众的，有对人的，有对上帝的部分。耶稣曾经告诉这个法利赛人，告诉文士说，诫命当中最大的也是第一的叫做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然后其次也相反，叫做要爱人如己。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有2个部分要去做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对上帝，还有我们怎么样对人，还有你的个人是怎么过生活，你在群体中你要怎么去过生活。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十字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提醒我们有几个事情，在个人跟群体当中，还有在对上帝的部分，还有对人的部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所以当我们个人的部分，我们期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好的灵修的习惯。每一天我们把上帝的话吃进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当然，对个人的部分，对于社会的这个群体的关怀，或是对人的关怀的部分，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如果有人需要面包吃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他一块面包。所以要记得哈，当别人需要面包的时候，你不是跟他讲说，请你先跟我读一下4律，我们读完之后，你决志信主，我再来给你这个东西吃。不是，你要先解决他的生命跟生活上的问题，然后再带领他来认识耶稣。当然不是只有给他面包，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不是只有给他面包，你仍然要告诉他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是在你给他面包之后，来帮助他，让他知道原来爱是这样一回事，他从爱里面能够得到帮助。在群体的生活上也是一样，群体当中我们的崇拜，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做礼拜的时候，我们的礼拜是丰富的跟美好的。我们早上我们的诗班在这里的献诗，唱美好的诗歌。各位如果我们是老基督徒的话，应该会知道今天早上的诗歌是拼凑起来的，有很多美好的诗歌凑成一首歌。所以以前我们现任的会督，不是以前，现任的会督这个庞会督，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旧的传统要有新的诠释。怎么样叫做旧的传统有新的诠释？也许这个诗歌是很老旧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一个新的方式去呈现它。所以做礼拜也是可以有很多的更新跟改变。做礼拜不是一成不变，做礼拜不是我只有来这边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怎么样在公众当中进入那个崇拜的里面。第4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对群体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对这个社会能够带来一些的关怀跟关心。如果这个社会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去进入社会，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卫理公会的会友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真正的圣洁不是个人的，是群体性的。所以你的圣洁会影响别人，你的生命会影响别人。当你能够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你能够影响别人，也照着你的所做的去行。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4个层面，我们在今年都能够有一些的收获跟成长。特别我相信今年开始的时候，教会一直在推读经计划，我们期待我们在个人的灵修上面，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进步跟成长。每一天浸泡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得祝福得帮助。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所以当然为了要这样的开始，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每一天我是不是听到上帝对我说话。好，那怎么样去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新的一年你怎么样听见上帝的声音？那我们怎么做可以了解我怎么去听到上帝对我说话？有人说我听到上帝对我说话，那为什么他听得到我听不到？或者是我听得到，为什么这个人听不到？耶稣曾经提醒我们一个事情是，我的羊认识我，他们也听我的声音。
所以如果我们是主的羊，我们离牧羊人很近的话，理当我们应该听得到牧羊人的声音。如果你听不到牧羊人的声音的时候，可能有几个状况，就是第一个，你可能要考虑你是不是主的羊；第二个，你可能要考虑的是我有没有离我的牧羊人很远。各位知道，因为我们在台湾的环境很安全，我们很少有那个叫做狮子啊、老虎那些东西啊，顶多有台湾黑熊。但是羊群，如果看过在牧羊的人都很安全，可是在野地，如果是在中东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因为有这些野兽，所以如果你知道羊越吃草越远的时候，如果它没有在牧羊人的旁边，很有可能他听到的不是牧羊人的声音，他听到可能是老虎或是狮子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不听得到神对你说话，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事情。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说话？那你有没有渴望上帝要对你说话？那是不是你能够找到上帝的命定跟他对你的旨意跟心意？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身边能够听到牧羊人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听到牧羊人对我们的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几个方式，论坛报给我们几个方式，可以很好的一个去思考的。第一个，相信上帝想要对你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要相信上帝愿意对你说话。也许上帝对你说话的方式不一定都是一样的，他不一定都是透过圣经对你说话，有时候他需要透过一些的环境，他需要透过一些的人事物对你说话，包括他有可能会找没有信主的人对你说话。这个我已经有跟师母先交通过，所以我可以讲这个事情啊。我在还没有当传道人以前，我有在工厂里面工作，在工厂里面上班。然后呢，我曾经要去追一个女孩子，没有办法追成，然后心里面非常的懊恼痛苦。然后因为我的同事，我的宿舍里面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的一个同事他居然就看到我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问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应该要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一个合适你的人吗？”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谁讲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讲的。他居然会告诉你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应该要相信上帝会为你预备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透过别人来告诉你，但是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的说话？第二个，我们要放心来倾听上帝的声音。在台语有句话讲叫做“静静听上帝的话”，安静听上帝的话。所以放心的意思在这里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叫做安静来听上帝的话，需要用沉静的心思来聆听上帝的声音，祷告求主使我们敏锐圣灵的声音，学习感受神的同在，知道圣灵常常居住在我们里面，他渴望每一天跟我们相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抽一点安静的时间，不要被电视影响，也不要被网络影响，一个安静的时间，让你单单的安静来听主的声音。上帝要对你说话，有时候在安静跟静默的当中，上帝会给你一句话语，让你知道你将要怎么样来行。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学习聆听神之后要顺服。因为我们有时候听是听了，但是没有叫做听进去，懂意思吗？什么叫听进去？从耳朵进去，但是这边就出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进去之后要往心里面去，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虽然不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从这里出去，而不是下到心里面。所以学习聆听上帝并且去顺服他，表示我们需要听进去，然后把上帝的话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在与神的交谈当中，别只顾着说，在说的当中也要学习听。所以有耳就应当听，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属灵的耳朵要打开来，并且让求主来帮助，给我们来判断哪些是从上帝来的话，哪些是从世界来的言语。然后第四个叫做与圣灵的团契。所以与圣灵的团契就是我们时常在圣灵的里面能够与上帝有美好的交通，很自然你就知道上帝对你的旨意跟心意是什么。我常常在家里面的时候跟我们家师母在谈话，跟在做一些事情的当中，有一些时候我知道他做些什么事情，下一步我就可以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因为这个叫做默契。
了解意思吗？默契的意思就是，也许你跟你的朋友也是，当你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朋友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个叫做默契。所以当你跟圣灵一起有相交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圣灵有这样的默契，你能够知道说圣灵要提醒你，要你往下走的那一步是什么，或是圣灵要你知道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的当中学习听上帝给我们说话。上帝乐意跟我们说话，上帝也要我们能够听进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能够听进去，并且上帝要我们遵行他的话语，然后跟圣灵有美好的相交。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学习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时常去思想。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蒙恩来得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这里毕德生讲了一个很好的话，他说不是我们使用圣经，乃是神使用圣经，使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心里面去运行。所以当你越多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现上帝的话在你的里面去运行，去感动你，让你能够知道你应当怎么去做，你应当怎么样去行。所以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一段话，他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要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行他的善功。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这一段的话语相当的重要，包括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今天的经文里面包含两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第一个，你来到教堂里面，你来到会堂里面的时候，你要做些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在会堂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并不是说做礼拜的时候我礼拜天到处乱跑，没有，他礼拜天他也仍然做一件事情，是他到会堂里面去讲道，去到会堂里面去敬拜上帝。但是他跟这些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或是牧师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来念一下22节的地方，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的讲话教导跟当时的这些文士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是有权柄的，好像他所说的话就是他自己的那个话语，并且那个是带有权柄的。各位知道有很多人在讲这个叫做老师有一个很不好的话语，叫做照本宣科，有听过这个吗？照本宣科是什么？一样我带着书本，但是我照着书本这样去念，而我没有给这些学生带来影响力。你怎么样让学生能够带来有影响力？如果你的生命跟这个书本里面所说的是一致的，当然你一定会有很好的影响力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在讲道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耶稣的说话好像这个话就是他自己的，当然圣经里面就是他自己的话，所以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像文士或是像这些教士一样照本宣科，他讲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我们在会堂里，也许我们是当主日学老师的，也许我们是当小组长的，也许我们是当教导者，也许我们是当牧者，我们是当传道人的，而我们的教导是照本宣科，还是这是我的生命？我们需要去思想跟反省这个事情。也许今天你是当主日学老师的人，或者是你可能教成人主日学，或是教儿童主日学，你的主日学的学生有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话是在你的身上是应验跟显现出来的？所以神学不是让我们比别人高一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我今天我如果去神学院念书，或是我今天我去到神学院去上课，好像我就比别人高一等，或是我就知识上比别人多，并没有，而是让我们去更降卑的去服侍我们的弟兄。所以你的学问高很好，上帝给你很好的这样的知识、学习跟才能，目的是让你更谦卑的去服侍你的弟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学问高不是代表你比别人强，而是上帝让你的责任比别人更多，你需要去帮助更多，服侍更多弟兄姐妹。
所以愿上帝施恩来看顾我们。曾经讲过，在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是，在教会里面，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当你的知识能力比别人强的时候，你需要成为众人的仆人去服侍人。所以神学不是让我们只是获得知识。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的弟兄会曾经分享到，知识跟智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知识是我获得这个东西知道了，但是我做不做得出来，那个叫做智慧。所以智慧是我能够把进去的东西能够转成我的实作，那个才是智慧。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知识上的这样的一个知道，而是我怎么在生活当中去做这样的实践。所以牧者的圣洁的重要性远超过他的学问。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牧师很会讲道，牧师很会做学问，牧师是学者，可能他要拥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要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能力。牧者的圣洁的生活重要性远超过这些。如果今天站在台上的这个人，他的说话跟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么只是在听一篇的演讲，你不是去学习跟效法他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圣洁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那个学问的重要。也许做学问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的生活是不是活在神的圣洁的里面。所以卡尔楚门这个牧师他讲道应该要尽可能让神的话清楚明白，而且尽量不要让人注意到自己的学识。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让别人去看到这个人能力很好，学问很强，不是，而是让人看到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很明白清楚的传递在众人的当中。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学问跟知识是很重要的东西，就像你的内衣裤一样，但是你不需要去炫耀它。懂那个意思吗？你要穿在身上很重要，但是你不必要去炫耀它。所以讲道的人也是一样，不是让人觉得你好厉害，你的学问很好，不是，而是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谁，也能不能够从这当中去思想到耶稣基督对我生命的那个重要性。所以耶稣在会堂里面讲道的时候，让人感受到他不太一样，他跟人家的讲道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来了，各位，牧师要开始讲鬼故事咯。然后在萤火晚会的时候讲鬼故事是那个萤火晚会的高潮，但是牧师要讲的鬼故事不是人怕鬼的故事。曾经有过一个人叫司马中原，对不对？他说东洋人怕鬼，西洋人也怕鬼，人人都怕鬼，对不对？好，但是牧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牧师要讲的鬼故事是鬼怕你，鬼怕你，你是可以胜过恶者的，你是可以胜过仇敌的，你是可以胜过那些影响这个世界的，你可以影响他，你甚至可以驱赶他，让他可以离开这个世界。23节、24节的地方，这个鬼故事即将要开始了。各位，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鬼故事。23、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一起念来。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鬼故事很可怕，居然是在哪里有鬼？在教堂里有鬼耶！在会堂里有鬼，怎么可能会在会堂里面，在上帝的圣殿里面会有这个鬼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跟注意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说什么？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当你在上帝的殿中，可是你的心里面思想的是这个世界的生活，你在想的是这个世界的情欲，你在想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贪婪跟罪恶的时候，对不起，你可能给了魔鬼留了管道，留了地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至少知道他应该做礼拜的时候，他应该安静在上帝面前听上帝的话。但是这个人抓狂了，这个人他有一点问题，他在会堂的当中他出现了，然后这个附着他的人，他们居然也认识耶稣，他们也知道耶稣来要做什么。所以24节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亲爱的弟兄姐妹，魔鬼会知道你是谁。如果你里面有耶稣的时候，他会知道你里面有耶稣的。我们前在马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当然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但是她是这个姐妹她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叫做
1年来2次的基督徒。各位知道1年来2次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圣诞节的时候来一次，对不对？复活节的时候来一次，但是1年当中就来这2次，就没有再来了。他不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有一天他去到那个福州，因为我们那边离福州很近，所以他去福州去参加一个旅行团。但是这个旅行团是一个很特别的旅行团。什么叫特别的旅行团？各位知道在台湾有一种东西叫观落阴，知道吗？在中国大陆那边也有盛行这种叫做观落阴的。有很多人他们会去觉得说啊，我在生前的时候没有跟这个人有很好的交通，所以我想要透过死后，透过有一个人带我去那个阴间，把这个人找出来，然后让我跟他说话。我们这个姐妹她跟着这个旅行团去看那个东西，去看那个观落阴的时候，他们是在船上进行的。然后这个姐妹她形容，她说当她很好奇过去看的时候，那个乩童始终发不起来。那个乩童始终发不起来，然后那个乩童他居然跟船上的人说：“你们当中有一个很大只的鬼在这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动。”他说有一个很大只的鬼，然后后来他们就去询问说，这当中有没有谁是基督徒？结果后来我们这个姐妹她说我是，他们就把她请下船去，就不让她在那个地方，他们才能够开始运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姐妹她不太敬虔的，他没有很认真的信靠上帝，但是他信主的时候，他里面就有谁？有圣灵在里面，有耶稣的印记在里面，所以魔鬼不能够在那边做任何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让圣灵来掌管，还是让魔鬼来掌管，还是让世界来掌管？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不是被上帝掌管，就可能是被魔鬼、被世界来掌管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鬼故事是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是被鬼辖制的，但是耶稣来，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连魔鬼都知道耶稣来要做什么。彼得前书5章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魔鬼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有任务的，他在做什么样的任务？5章8节，彼得前书5章8节，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能力胜过他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没有照主所行的去行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给魔鬼留了地步，以至于恶者有机会来吞吃你。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谈有关上帝的事情跟魔鬼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谈的，我们会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你要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持守圣洁，保守圣洁，让你的生命活在基督的里面，而不是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或是活在那个危险的当中。各位知道，如果有机会去动物园，去那个叫做野生动物园，或者是实际上可以看得到老虎、狮子的，在电视上可能有看过。你必须要在车子的里面，你去看这些动物的时候，你必须要在车子的里面才是安全的。你如果暴露在车子的外面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魔鬼、那个狮子就会来吞吃你了。你要去想见那个事情是，如果你不是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很有可能魔鬼就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会来吞吃你的。但是耶稣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样来赶出这个鬼。也许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讲到有关赶鬼的事情，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参与，但是牧师等一下会告诉你牧师的实际的参与啊。好，我们来看一下25节跟26节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看圣经，如果看不到，因为我知道上面有一些投影可能不是很清楚。25、26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就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耶稣的赶鬼是有权柄的，所以他用话语命令这个鬼出去，这个鬼就离开，这个人就出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权柄，因为对过去当时的犹太人或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种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文士，或是这些法利赛人，或是这些宗教人士，他们要用尽各种力量才能够赶鬼，居然耶稣一句话就叫他滚出去了。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耶稣是有权柄的，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耶稣的话带来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个事情，
不是你要怕鬼，是鬼要怕你。当你奉耶稣的名赶走他的时候，你有这个权柄，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权柄命令那个恶者要离开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因为刚提到了，牧师要讲一些实际上的案例，让大家可以知道你很实际上可以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害怕。当你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以前牧师在桃园的时候，现在桃园很敏感但是放心，那个是在2年前的事情。好，在桃园的时候，曾经在搭公车的时候各位知道搭公车，因为很多人会上车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谁要坐在你的前面，谁要坐在你的旁边。那一天搭公车的时候，有一个小姐，一个中年的一个女生，然后她打开公车门的时候，一上车，你听到的不是那个好听的话语，你可以感受到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女生一堆脏话从她的嘴巴讲出来，咬半天，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然后很大声的吼叫，你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事情，是你跟这个人是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当然公车司机也让他上来了然后让他投了票。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传道人来说，第一个敏锐度就是这个人应该是有问题的。好，然后呢，但是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就很勇敢，没有我要告诉你，其实我也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也怕他万一会做些什么。然后你知道好死不死，他就坐在哪里？他就坐在我的前面的那个位置。哎呀，怎么办呢？然后他一直不会停的，他的那个咒骂跟讲话是不会停的，不管他咒骂的是什么，你会发现他那个已经是不受控的。其实我心里面也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也很少实作过，万一如果我的判断是错的，因为你知道有些精神病患有可能是精神病的问题，如果万一我的判断是错的怎么办？但是呢，我就照着主的教导，在他的背后小小声的跟他说，奉耶稣的名，你身上这个鬼要出去。奉耶稣的名，你身上这个鬼出去。哇，你知道其实那个是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不敢讲大声，我很小声的讲，奉耶稣的名，这个鬼出去。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不是我去制止这个人，突然间这个公车司机就转过头来对这个姐妹讲，对这个小姐讲，他说，某某小姐，你如果再继续吵闹的话，我要请你就下车了。你知道那个公车司机的讲话很有权柄事实上他也能够做这个事情。然后真的后来这个小姐她就安静了，沿路上偶尔她会屌几声，然后后来她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下车的时候她还记得跟那个公车司机说谢谢，然后就下去了。我经历到那个事情是发现到什么？也许我们不一定要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好像那个鬼就在你面前抽风，然后那个被赶出去。但是上帝比我们有智慧，上帝比我们聪明，他知道用什么方式可以赶走那个人，或是赶走那个鬼，他比我们聪明的。如果今天你贸然的去做某一些事情，也许可能不如你所想象中的。各位，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人赶鬼反而被抓去关起来，知道吗？知道那个故事吗？保罗跟希拉他们曾经赶过鬼，对不对？赶鬼完了之后，结果不是被人家称赞说，哇，你们做得很好，他们被官府拿去哪里？拿去关在监狱里面，因为他把人家的财路给断了。所以上帝比我们有智慧，上帝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你可以奉主的名去赶走那个鬼，上帝会透过他的方式帮你赶除那个污鬼。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胜利，所以我们要胜过那个恶者，除非是神在我们的里面。鬼不怕我们，鬼怕谁？鬼怕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哇我很厉害，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也讲过，有很多人赶鬼是没有成功的，甚至那个鬼还可以跳在他们身上去欺负他们。如果你要知道说你能够胜过魔鬼是神胜过他，不是我们胜过他的时候，你要常常跟主有美好的连结。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7节，你看众人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2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7节，一起念来。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连污鬼都要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连污鬼都要接受被耶稣基督来差派跟来赶逐出去。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轻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跟角色，我们代表着是上帝在这地上的权柄，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跟这样的权柄，命令那个恶者要离开这个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耶稣的同在就是上帝国的同在，耶稣的同在，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是上帝的国。各位知道有一部影片叫做《空军一号》，知道吗？以前我很喜欢看电影的，我很喜欢看战争片，我们家师母不太喜欢，但是最近他被我影响了，他现在也开始看战争片，所以你知道那个电影的影响力很大的。空军一号里面，他最后的有一幕的时候是空军一号坠毁了，但是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美国总统在哪一架专机上，那一架专机就是空军一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上帝国在哪里？耶稣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国。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你要问说上帝的国在哪里？耶稣基督与你同在，那里就是上帝的国。如果耶稣不与你同在，就算那里有黄金城、碧玉街，那里都不是上帝的国。了解意思吗？我们期待我们将来要进到天国里，那里有黄金城、碧玉街，但是你要在那里能够遇见耶稣，找着耶稣。如果在那里你找不到耶稣，你只不过拥有一堆黄金，拥有一堆碧玉，但是你没有耶稣。但是当你能够得着耶稣的时候，这一切都有了。所以法兰西斯这样说，只有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人，才能拥有属天的能力。所以你希望你能够有这样属天的能力，那么你要让耶稣基督凡事上在你生命当中居首位。所以耶稣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不是叫做做礼拜的时间他第一，然后家庭生活第二，我的工课工作第三，不是，是耶稣在凡事上都是第一的。耶稣在做礼拜的时候是第一，耶稣在我的家庭当中是第一，耶稣在我做功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是第一，耶稣在我工作的时候是第一，耶稣在我人际关系当中都是第一的。只有基督凡事上居首位的人，才能够拥有属天的能力。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属灵征战要靠主得胜。所以属灵征战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来得胜，不是靠你的思想，而是靠谁？要依靠上帝。魔鬼的目标是用你的思想来控制你，然后他的武器就是谎言，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被提醒。所以魔鬼是说谎之子，魔鬼是说谎话的。不要每次的这个做礼拜的当中，我们忽略了，有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不要让谎言进到我们里面。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心里面。所以属灵征战最重要是要靠主来得胜。但是我们的属灵征战常常是这张图里面的那个下面的地方。各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圣灵的宝剑，知道吗？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提醒说，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来这个抵挡魔鬼。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抵挡魔鬼的东西常常不是拿来打魔鬼，是拿来打谁？打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属灵征战不是要去拿来攻打自己的弟兄姐妹，而是应该要对恶者，对那个捆绑这个世界的，奉主的名我们要赶他出去。所以主帮助我们，上帝的话是要来攻击魔鬼，不是要来攻击弟兄姐妹的。所以传道人更是要提醒自己，要在研究圣经，还有在听道、查考、默想跟遵行上，要更加的这样的一个用心在这个地方。不单是传道人要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要这样。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圣经，还有听道、查考、默想跟遵行上面，能够来认真的去这样的去行，让我们能够浸泡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时常能够知道上帝对我们所启示的话语是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当牧师、当传道人就一定可以免疫哈。其实就像你在问医生说，医生就不会生病是一样的意思。牧师也会有属灵上面的跌倒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常常在属灵的状态里，不是在属神的状态里，有时候我们可能偏离了道路，自己却不知道。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骄傲跟
这样的贪财跟这样的情欲的这样的诱惑跟试探，常常会在传道人的身上。所以请弟兄姐妹要为牧师更多的祷告，求主帮助，让牧师能够走在圣洁的道路当中。好，第二个，耶稣的同在是得胜的来源，是得胜力量的来源。所以你不是在神的这一边，你就可能是在魔鬼的这一边；你不是在善的这一边，你就可能在恶的那一边。每一天我们都在做这些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是被上帝来掌管，就是被这个恶者来掌管；不是被神来掌管，就是被世界来掌管。所以耶稣的同在是我们得胜力量的来源。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的话能够去行。所以劳伦斯这样说，属灵生命最圣洁、最普遍、最需要的练习就是神的同在。每一件事情你都让上帝参与在这当中。当你工作的时候，让上帝参与；当你学习的时候，让上帝参与；你的家庭生活，让耶稣来参与；你的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都让耶稣同在，跟你来一起参与。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求问上帝：上帝，你觉得怎么好？你觉得怎么做？过去日本有一个女牧师，她是做街友工作的。当她在做街友工作的时候，她每一天都仰望上帝给她的供应。你知道，其实做街友工作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资源从哪里来。但是她有一个这个影片当中，她讲了一个祷告，让我心里面很震撼。每一天，当她要为这些的这个穷人预备饭食的时候，她跟上帝祷告什么？她问上帝说：“主啊，我们今天吃什么好呢？我们今天吃牛肉面好吗？还是我们今天吃这个日本料理呢？还是我们今天吃中华料理？”他问上帝说：“我们今天吃什么？”事实上，他说他不知道他今天可以有哪些东西会来。但是事实上，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上帝的供应，有很多人他自己就供应，把东西就送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那一天就可以供应一些穷困的人，一些街友可以得帮助。所以你的每一天，你要让上帝同在，让上帝参与你的工作，让上帝参与你的事工。尼托生这样说：魔鬼来的时候，让谁去应门？让耶稣去应门。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对付魔鬼的时候，你让耶稣做你的主。魔鬼来敲门的时候，让耶稣去应门，让耶稣真的做你生命的主，真的做你生命的主宰，让他来去应门，而不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会失败的，但是上帝永不失败。当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他看到是耶稣，他会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走错了。”他会离开的。但是你如果是你自己去应付，你很有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魔鬼来敲门的时候，让耶稣去开门。第三个，回到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耶稣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它也很危险。我要说上帝的国很危险，是你跟上帝越靠近，危险跟患难会越多的临到。千万不要觉得牧师要讲的东西是吓唬人的。你越靠近上帝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国泰民安、无灾无病，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不是的，你越靠近耶稣的时候，恶者会更多的攻击跟搅扰。他不怕你，他只怕耶稣。但是你放在耶稣的里面，你才是安全的。所以侍奉有很大的尊荣，但是你要知道，在尊荣的旗帜上会伴随特别的危险。各位知道，在打仗的时候谁是最危险的，知道吗？举着那个军旗的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目标最明显啊。所以当你高举耶稣的名的时候，其实你是最危险的。但是当你高举耶稣的名的时候，主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这里提到说，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够抵挡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提醒：神帮助我们，上帝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不是你去应对，你要让耶稣来应对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漫画很好的提醒。所以魔鬼不是怕你，魔鬼是怕耶稣。所以你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跟耶稣同行，走在耶稣的旁边，走在耶稣的身边，甚至让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这样你就看到你的平安跟喜乐是跟着耶稣一起来的。如果你不是跟耶稣一起同行的时候，很有可能你是走在黑暗的里面。
所以刚刚提到了，羊最安全的地方是走在牧羊人的旁边，而不是离牧羊人很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主对我们的说话。所以最后戴德生这样说，他说那位为我们的比一切反对我们的更伟大，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是比在世界的更大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跟着主一起走，他必然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最后牧师还是要讲一个见证，一个鬼故事一样是鬼故事。我的一个同学，我跟他相处了很久的时间，20-30年的同学的时间，在专科时代我跟他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一直要传福音给他，他不接受的。2年前在 Facebook 上面，我突然间看到他说他信主了。信主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被鬼压床了。然后被鬼压床的时候，他说他所认识的所有的神明，他名字全部都喊过一遍，没有一个可以救他的。然后后来他做一件事情，他说突然间他想到耶稣了，也不知道谁给他这样的一个灵感。他说他突然想到耶稣了，他说他就喊耶稣的名，他说奉耶稣的名的时候，这个鬼就离开了。你知道在 Facebook 上面下面一定会有很多的人会做评语嘛，很多人说你一定是没有拜到哪一个神明你一定是什么哪一个神没有拜到，或是你可能没有喊过所有的神明的名字。我这个同学他写得很清楚，他说我知道我经历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真实的经历，你就会知道神的同在是多么大的全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知道神的名是有能力的。我们信主很久的人，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耶稣不够力。愿上帝帮助我们转换一下，你看到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看到的耶稣的名是很有力的，你的耶稣是很有力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转向你。主啊，有时候我们被这世界影响，以至于我们远离了你，甚至没有听见你的声音。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听你的声音，能够得听你的话，知道你的名是有能力的。主啊，连外邦人都信服你，他们都知道你的名是有能力的。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名大有能力。谢谢主，让我们在生活上除去一切这些的魔鬼的搅扰，使我们靠主来得胜。是鬼怕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斥责污鬼离开，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在生活上面来为主做见证。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的传讲。与耶稣同在就是上帝国的领导。我们来进去背诵，今天的金句在马可福音1章27节。我们来背诵2次，请。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马可福音1章27节。再一遍。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马可福音1章27节。接下来回应诗歌《神仆当受足》。主
请诗县的同工至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愿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愿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上祷告后，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介绍一下新朋友，王伟球女士，她是元桥庄姐妹的邻居。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我们唱诗，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2遍。第2遍的时候，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
接下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显现节后第4个主日，我们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你们。教会聚会的时候要请配合防疫措施，佩戴口罩。聚会后在大堂由廖俊奎弟兄分享香料植物的认识，请大家留步聆听。下个主日2月7号是2月份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心参加。当天崇拜后将召开小组长及执事会，请组长及执事们预留时间。2月11到2月16是春节。2月14主日上午10点，教会安排新春联谊崇拜，请弟兄姐妹们留意时间。教会同工在春节期间将照假轮休。假期当中若有任何紧急事情，请手机联络我们牧师。2月11号除夕当天，牧家当留守在教会。如果有无法返家过节或人口较少的家庭，可跟牧师来联系，来一同来过除夕。教会2021年推动爱读经计划，有意愿参与者请洽属于执事或向小组长或者办公室询问。第7点，卫理神学院将在今年新学期开设旧约神学导论，欢迎弟兄姐妹专备报名请洽淑清干事或者贺兆鼎弟兄，报名时间到1月底截止。教会的红本门徒课程将在2月17号星期三晚上7点开课。已上过教会新旧约圣经中览课程，且愿意接受9个月门徒训练课程的弟兄姐妹，欢迎报名参加。报名请洽我们牧师，名额总共只有12位，额满为止。第9点，教会将与长庚祈祷室合作，从3月份开始，在我们五泉国小上欢乐美语班，请愿教会志工以参与服事来关心祷告。寒假期间，如果有学生愿意参加志工行列者，请洽石英干事报名。我们将会开立时数证明。教会将预备筹办儿童诗班，我们请为教师及成员关心祷告。第12点，本年度我们的目标就是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请为教会2022年度的目标来祷告。今年教会聚会人数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增长到200人，我们为此事来报告。以上，牧师有没有要补充？好，弟兄姐妹，我们有几个事情跟大家做一点说明跟报告哈。我们有一位爱心的弟兄，他很乐意奉献给教会有这个爱心的口罩，我相信这个现在是比那个红包要更夯哈，更需要有人要拿到这个，所以上面有教会的那个标志哈，还有我们的地址电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新年不知道要送什么礼物给别人的话，或者是你想要送给你的福音朋友，都欢迎来跟教会索取啊。那原则上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给你有这个口罩，让你可以在防疫的期间当中可以使用。那上面也有教会的一些的资讯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一些的教会的情况，或者是可以打电话来询问这个都是很方便的，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很好的工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期待在过年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尽量还是跟家人一起的团聚跟过年。那如果你真的叫做没有办法，家里人口少，或者是家里比较就是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过节的话，那牧师可以在我们的除夕夜的晚上邀请可以就是没有办法返家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可以来到教会里面跟牧师一起来爱宴用餐如果不嫌弃的话，跟牧师一起来用那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的2月17号开始，我们要上一个红本门徒。那有很多人听到这个东西很
可能觉得压力很大，因为要上9个月的时间，但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因为它其实是让我们很规律的跟有次序的能够把圣经可以读完一遍，然后透过一个规律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每一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分享，还有做一些的圣经的作业。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觉得有意愿，包括你觉得想要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一段时间，那都欢迎你能够来上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即使你可能以前有上过，想要来上也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只剩下4个名额所以如果没有没有再报名的话，可能就很可惜了，可能就要截止了。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意愿，你愿意能够接受9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那欢迎能够来参加，会让你的生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跟改变，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配合我们的读经计划，1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以上，谢谢。接下来教会治理消息，请为弟兄姐妹的工作、身体，还有新朋友来代祷。以上，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你的教会，愿你恩待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靠主得胜喜乐，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弟兄姐妹请坐。来，电乐。